常见应该就是违规停车吧？应该是第一个违规停车，第7个这个红灯右转吧。我觉得应该是闯红灯吧。最常见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违规临停吧。对骑机车的人来讲，就是如果车子违规临停的话，机车常常就必须要绕出机车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就是用路上的安全的顾虑。今天想要讲争道行驶，因为像来的路上有时候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啊，然后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汽机车想要超车，然后机车就常常会切到内侧的快车道，然后对于就是开车的驾驶人来说，其实这样子就还蛮危险。台南市10大常见的交通违规哦，那第1名是违规停车，第2名是超速，第3名是闯红灯，第4名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第5名是未转弯未依规定，第6名是争道行驶，第7名是红灯右转，第8名是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第9名是违规临停，第10名是未戴安全帽。我们经常看到用路人开车或者是骑车，他贪图方便，直接在路边或者是十字路口、交叉路口，甚至在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直接停下来。像这种行为一般都会挡到后面车子的视线。有时候后面的车子为了闪避前面的临停违规停车，为了闪避前面的车辆，去跟其他的用路人车辆追撞这样。很多驾驶朋友就如网络所说的切西瓜或者是鬼切直接从外侧车道左转，或者是从内侧车道右转它跟争道行驶差不多是一个概念。一般我们在路口接近路口处会画设双白线，那这个双白线的用意就是禁止驾驶人横越或者是跨越双白线那这2个交通违规都会造成后面用路人闪避不及，突然冲出来追撞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请每一位用路人从自己做起在路上多点耐心，多点安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交通安全是行的一个基本权利了。那过去台湾常常被人家讲说行人地狱，台南也常常被人家批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事故率比较高。那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的双管齐下。硬体的部分，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包括行人专用石像，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这些在做那另外软体的部分，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1月2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距离大选差无偌久，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23号一透早就返来台南，替台南市的立委候选人造势，喊出民进党垃圾全部当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上午返来到台南，伫个大批支持者的欢迎下，甲6位党籍的立委进场，为候选人来加油打气。并且一一为每位立委候选人来披上彩带，并且送上球棒，发出总统当选国会过半的口号，现场是热烈滚滚。2024团结一致，2024团结一致，总统当选，国会过半，总统当选，国会过半。率领6席立法委员一起登记，就是要恳请台南的父老乡亲。总统、副总统支持赖清德、萧美琴，立委支持6席
民进党优质的立委候选人能够打一支全垒打，让他们顺利高票当选连任，不分区也能够支持民主进步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推动台湾稳健的向前迈进。伫即摆这个时阵，离选举剩50天安尼吼，会使讲非常的激烈，要拜托大家用心努力，我想会当互市民感动。伫最后这剩50天，剩7个礼拜的时阵，大家会当努力来甲这个选票集中。尤其咱唔免管别人安怎下，唔免管别人安怎配，上重要的，咱的美德配一定要当选，对不对？以及咱立委全力打，政党票民进党爱过半，而且拜托大家。赖清德伫个致辞时，首先嘛感谢台南乡亲几十年来坚定捍卫台湾的民主，长期甲民进党徛做伙。伊带领6位立委联合登记，恳请民主运动圣地台南乡亲会用再次挺身而出，搁再拍一支全垒打，互60个立委会用高票来当选。而赖清德嘛表示，伊甲萧美琴拢是出身伫个台南，抱着理想甲对台湾坚定的使命，嘛请台南的民众会用互2位突破性的历史纪录的高票，立委连任成功，政党票嘛用摕下第1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参选人陈坤和，伫议员罗坤和、周义奇以及侪支持者的陪同之下，23号完成立委选举登记。同时，伊也提出参选3大主张。23日上午，台南市第2选区立法委员参选人陈坤和，伫柯中城朴树、议员罗坤和、周义奇以及侪乡亲的陪同，来到台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并提出伊的参选主张。文化首都要重什么？教育文化。所以呢，昆啊，争取台南优先的建设。那这段时间，昆啊伫这关系咱的社会现状，发现呢，按真介昆啊做老师所看的，就是咱的少年家就是国家的栋梁，阮家的小朋友是国家的未来主人哦。俺看到的妈妈是会当好啊相夫教子，啊然后呢，家己阁会当做活动，嘛会当做家己的手艺，但是今仔日甲看开，我们的乡亲。看到我们的年轻人要买房子真的很痛苦，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的政府的执政没有做好均衡发展，所以呢，以台南市为例，就是位伫按溪南府城草地皮，将这个台南市也阁有3/4的面积。放去底下旁，溪北山区都给放回去，这个怎么是有为的执政者？所以呢，昆和参选一定呢，互咱的少年家会当看到希望，有事业来打拼。陈坤和表示，伊的参选秉持着台湾第一、台南优先，以及无党正派立场，促进富有、理小、落实福利。教育优先等市政建设，争取回归闸门溪两边，推动新市政中心刷到闸门溪两侧适当区域，以及争取重大交通、产业建设等等，让第2选区经济有发展，在地好生活。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推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今年总共有21间企业得奖，其中中嘉宽屏3冠王双主车，分别以偏向智慧照护服务以及智慧安全科技提升沙轮依据计划，双双摕下公共示范服务贡献奖。台南对关市合并开始推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也就是地方型的 SBIR， 持续协助企业在地深耕，提升竞争力。以今年为例，就辅导21间厂商，带动1亿5,000万的产单，对宠物用品、化妆美容以及协助市政服务业数位化模式相当多元。13号市府研发局对了举办成果发表会，
还由副秘书长王阳志以颁奖表扬所有优秀的厂商，场面热热。三冠网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由代表人陈坚春总经理代表领奖。我们辖内的许多有些电视业者啊，包括这个三冠网啊，还有这个双子星等等哈，他们都有一起来合作做这个偏乡的智慧医疗照护系统哦，所以这部分呢可以说是提供我们偏乡的长辈有非常多的一个服务。集邮厂的一个成果发表会可以说是成果相当的丰硕。那未来我们台南市政府也会更积极的一个态度，那也持续的编列经费来补助我们台南市境内非常具有潜力而且优秀的中小企业，继续的往这个创新跟研发的路迈进，也可以增加我们整个台南市的一个产值跟竞争力。会中副秘书长嘛，伊关心所有产业数位转型的成果，因为根据统计，该计划在日当内已经补助929间业者超过6亿8千万，创造突破99亿的产值。其中中价宽频三冠王就因为持续提升网络品质，同时创新推动偏向智慧照护服务，将老大人、尿血压等数值欠的分段进行疾病管理来协助，嘛互市府相当感佩。对我们的长辈他们将来对个人的身体状况的监测，或是让在外的他的子女也可以更清楚、更放心的了解到自己父母亲的身体状况，可以透过这远端的了解，这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希望这个系统呢，可以在我们台南市偏乡来落实。很荣幸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有线电视在今年度能够再次加入我们 SBIR 的这个主题联盟式的补助。那再次也显现说，我们中嘉宽频三冠网跟双子星的网络部件是非常的稳定。那我们的传输技术也是非常的成熟。那再加上我们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创新，所以再次能够获得补助。那在明年度呢，我们也会再更努力，那寻求更多的一些方式来继续加入我们 SBIR 的主题联盟式的补助。期间透过创新研发加数位转型，都来提升竞争力，嘛进一步带动台南市整体产业的发展。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今年5月时阵，台南市发生校园特殊学生重伤害事件，受害者头壳划伤，骨质、目睭也严重受伤。受害者家属想讲是意外，不过后来家属对校方处理的方式不满，即马由议员出面，希望教育局好好处理，无愿意校方阁有这款的代志发生。这件遭受特殊性重伤害的事件的被害者家属施伯峰甲施太太，上午伫律师甲民意代表的陪同出席记者会来说明，透过一张当时受伤造成伤害的治疗相片，因为对方是特殊性，而且家境嘛毋是真好，原先被害者的家属嘛接受整个事件发生是一个意外，不过后来经过4个月，甚至到现在半年外，每摆看到家己查某囝所受的伤害，嘛愈看愈唔甘。加上校方伫这半年来的处理方式，家属对着校长嘛相当的不满。从5月19到9月15，我听不到任何这个问题的检讨、处理跟改善，听不到。王主任被问到，双手摊开，两眼发呆。我说你不能找你，我说你无法解决，不能找你长官出来嘛。我们当下也知道这是个意外，4秒钟的事情，这是个意外。我们对对方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苛责。但是到法院之后，我先说哈，我在6月5号就跟校长讲说我们要告学校了，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启动，因为我们心放在这个小孩身上。我说我们要求转学，学校不能转学，不能转学，学校不能转学，这里面出现什么制度问题？你的管理里面，你的2个家长已经产生对立了，问题是谁？没你的事情，没你的事情。我从5月19到9月15，我都没有跟任何议员讲，我也没做什么动作。我觉得我们相信学校，我们相信教育，我相信学校会会处理。结果4个月投诉无门。5月19到9月19，学校没有动作，
那行政通报那个什么校园通报怎么写的？这种态度，息事宁人啊，你没事就好，别人的小孩西北料，是这样子吗？家里的爸爸妈妈先致歉啊，毕竟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都跟校长有关啊，所以你们对于学校的质疑，我觉得事实上是我校长本身的监督不周哦，这讲我可以接受哦。那第二个就是学校主任的一些执行跟关心跟慰问，其实就是代表校长。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都到医院去看视那个孩子。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直在 follow 孩子的一个复原状况，所以在事发到学期结束5月19到学期结束那段时间，我们主要是照顾孩子的伤病为优先，所以并没有去针对谁该负责任，或是包括导师、包括照顾员、包括对方等等的这个部分啊。虽然校园安全问题伫第一时间，校方嘛有通报教育局的校安通报，不过现场教育局副局长嘛坦承，第一时间的通报只是一位受伤的学生，并无对方的身份别。目前教育局嘛做专案行政小组咧调查，如果有人员失职，嘛将依照相关来提出处罚。我们校安通报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比如说学生互相撞到啊，或者是两个吵架都会有这个。但是身份别当下的第一报是在5月19号，我们看到就只有一个受伤学生是因为游戏啦运动伤害。那我们真正知道这一件事情的内容的，真的是在9月19号，就是施爸爸在脸书披露之后才知道说，事实情况不是像我们再去回头去检视5月19号这个校安通报，其实没有。那他学校的第二报也是脸书披露之后，那我们要请学校是不是你要再做续报，把完整的过程写出来，我们才能去掌握相关的这个情况了哈。受害者的家属伫面对校园安全加特殊性的境遇，虽然家己嘛从事教育工作，伫事件发生因临4个月，原先嘛以意外事件无想要来甲流，不过看到校方的处理态度，家属实在看袂落去，才伫脸书的社群，甚至有民意代表主动来关心。家属表示，因毋是要将代志来闹大，只求一个公平平衡的对待，嘛无愿意看到类似的事件继续伫校园来发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台南一间餐饮业者最近推出大胃王挑战比赛，只要伫1点钟以内食了15公斤的牛霸王面，就会当摕到奖金。网红泡芙饿了么也特别前来挑战，伊最后敢有成功咧？透过镜头做回来看。煮好的皮带面放到脸盆大的碗里，再摆进超大的牛肋排。这样还没完，卤好的牛尾、生牛肉片将碗面铺满满。最后撒上一把葱花，这样就能准备上桌啦。挑战开始前，先上秤量量，将近13公斤的重量已经够吓人，最后还要加满热汤，重达15公斤的超浮夸牛霸王面，就是大胃网红泡芙饿了么这次所要挑战的目标。你是第一个敢出来挑战的，对啊。有策略吗？我觉得我会先吃肉，因为肉放久了也会变硬，然后加上肉可能先吃，口感会比较嫩。再来就是吃面，但是面会吸水，所以其实进到胃里之后，如果再慢慢喝剩下的5公升的汤，应该还是会膨胀。许多民众看到一个小女生敢挑战分量如此夸张的牛肉面，纷纷竖起拇指表达佩服。
之前有跟一群朋友来吃过，大概是5、6个人左右，对，然后1个女生，然后5个男生，那我们也是挑战这个15公斤的那个巨无霸的那个牛肉面，对。那6个人还是挑战不了，吃不完，很认真在吃，还是吃不完。我很喜欢吃牛肉，但是没有吃过这么多。这么多吃不完。对，吃不完。虽然最后泡芙饿了没能在1小时内挑战成功，不过还是在1小时40分左右把15公斤的牛霸王面全部吃完，实力实在惊人。红品牛肉老板张世宏表示，只要挑战成功就能获得5800元，不过失败的话，这碗价钱5800的牛肉面就要自己掏腰包。想挑战的民众还是得评估看看。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国立成功大学23号举行新台沙仑病医安基典礼，副总统赖清德等各界贵宾亲临现场共同祈福，见证台湾第一座医疗服务结合所谓创新发展园区启动的重要时刻。请动土。副总统赖清德、台南市长黄伟綽等人出席新台沙仑病医安基典礼。这座病医占地18公顷，总经费大约500多亿，是沙仑医疗服务甲创新园区的第一期计划，包含医疗服务甲创新、绿色节能、海绵城市、都市再生甲智慧建筑5大设计理念。如果我们这家医院能够成为智慧医疗，或者是精准医疗，甚至是再生医疗的试验场域，然后跟科技合作。我相信我们会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不仅仅是传统的医疗服务，也能够借用医疗服务，让台湾能够跟国际接轨，在数位转型跟净零转型的过程当中，扮演领航者的角色。兴建新台沙仑病院以及进行该园区发展规划，是经过成功大学几任校长的争取才有的成果。明年将正式动土，预计将开15栋完成所有建设。我想，一个医院的建立只是个起点，我们就利用这个起点当这个原点，把整个这个地方，把整个所谓的以医疗为核心，把健康照顾为核心，把整个食衣住行在这个地方串联起来。沙仑理联科学城有中央研究院、经济部林员局、阳明交通大学等研究机构，同时还有大台南会展中心、民间投资的购物商场等建设。即马佮加上新台沙仑病院，对沙仑地区的发展有足大的帮助。许许多多的研究机构、国家实验研究院，这些能够成就沙仑地区的发展，所以在现阶段，沙仑地区已经看得到许多研发的量能在蓄积了。未来沙仑医疗服务甲创新园区，希望兼顾区域需求，儿童医学甲国际医疗，规划专项为医疗服务照顾，同时开创智慧医疗院区，导入 AI 大数据等科技技术，带动沙仑区域所谓以及利林产业的创新发展。台南市苗春怀采访报道。因家台南400，即马连市民学院的课程嘛拢用入台南400元素。这回学院利用乐高积木，要来做出安平上河图，呈现开台天后宫、安平国宝等历史。民政局市民学院的课程，其中安平平统里就将台南400元素用入积木当中，利用积木做出安平上河图，呈现安平开台天后宫、安平国宝等在地意象。当中新街内就有妈祖神像、妈祖头冠、毛水晶，身躯嘛披上彩带，相当别致。明年刚好是建成400，就用建成400的部分来做我们安平的特色，比如说天后宫啊、树屋啊、这类似龙船啊、我们的划龙舟啊，就是把这些的因素就会带到这一次的市民学院的主题。后面的那个安平上河图的乐高玩具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都很细腻。那我想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火花哈，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台南400能够处处都开出一个漂亮的一个火花，让我们台南的建成400能够更丰富元素更多。记者老师来自香港，因为该安平决定伫遮徛起，并受邀请来教学校艺术课程。一开始先教贴积木，慢慢引导大家对简单到复杂的建造技巧，
后来大家发挥创意，做会完成安平上河图的作品。传统不是代表古代的东西我们不要了，而是承传。这个是奶奶跟孙子一起去做，我相信他们两个这辈子一定会记得这颗龙舟，因为是他们只是奶奶跟孙子一手一手拼出来的。校园当中有幼稚园毛70外岁阿嬷，伫这个作品当中的零存，嘛是由阿嬷带2位孙做伙完成。嘛欢迎有兴趣民众11月25来到台南市市民学院的仙歌顶来参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